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oyce 啊。今日同大家一齊參觀呢係一間有海景嘅特色複式單位。身處嘅地方就係馬鞍山雅典居。大家睇到單位之後，如果想睇樓或者需要全港9一手、二手深水樓盤推介，記得聯絡我 Joyce 啦。事不宜遲，出發睇睇呢個單位先。馬鞍山雅典居，一間既有靚海景，亦都係特色嘅複式單位嚟嘅。我哋而家咧，首先客飯廳呢一部分啦，穿過玄關位嚟到客飯廳。其實咧，全屋都係方方正正。雅典居出名好實用嘅。喺客飯廳嘅露台行出去咧，就望到一個非常之靚嘅景緻啦，好靚嘅八仙嶺，同埋一個好靚嘅渡頭灣海景。對面呢，綠草如茵嘅地方呢，就係 YMCA 度假村。除咗呢個露台之外呢，樓上主人房呢，亦都有一個特色大平台嘅。咁我哋去埋飯廳呢邊，同樣都係望住咁靚嘅海景啦。咁飯廳呢度位置呢，可以放到張8人大圓桌都可以啦，空間感非常之好。咁呢個位置呢，做咗姐姐房。其實間隔方面呢，可以按自己需要再間過咁樣咯。廚房呢，同樣做咗趟門。樓梯位置呢，都同樣做咗個雜物空間啦，可以放啲雜物咁樣啦。咁我哋而家上樓上睡房區睇睇個間隔。而家我哋左手邊呢個位置呢，係屬於一個小偏廳嘅位置，不過原業主呢，就將佢做埋個睡房間隔咁樣啦。嗱，我哋而家入去，佢就將呢個小偏廳呢，用趟門嚟做間隔啦。咁呢一層第一個浴室，同樣啦。如果按需要咧，其實可以再揀嗰啲位置咁樣。嗱，另外其實嗱，原裝第一間睡房就係呢個位置，同樣都用趟門嚟做間隔啦。睡房呢，其實空間好好，個闊度啊各方面都 OK。咁嗱，相信之前就俾2個小朋友用啦，個2張單人床，咁一立大衣櫃。其實更上一層樓望出去嘅海景呢，就更加開揚添。嗱，我哋而家入去主人房啦。其實本身呢係2間睡房嚟嘅，不過就將佢打通咗，同埋將個門位就褪咗出嚟呢個位置啦。2間睡房打通之後呢，本身嘅細房呢，做咗書台同埋衣帽間位置咁樣啦。咁呢一邊窗呢，就向東啦，望馬鞍山嘅。呢個主人房套廁，咁入去睡房區，原先嘅睡房區就係呢個位置啦。左右兩邊有窗，做到個通風對流效果。呢邊就向東南望馬鞍山啦。嗱，我而家企窗邊呢個位置啦。全屋都非常之實用嘅。按摩椅後邊呢個位置啦，係一個大平台嘅位置咁樣啦。頂上邊呢係有玻璃頂，可以採光度好高。望出去呢，同樣係好靚嘅海景。
大家睇下單位啦，覺得點樣呢？歡迎隨時留言話我知喎。如果想睇樓或者需要全港9一手、2手深水樓盤推介，記得聯絡 Joyce 啦。等大家電話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，希望大家俾個 like 我 ，subscribe 個 channel，share 俾揾緊樓嘅朋友仔比較參考翻啦。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